华视台语新闻杂志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顶礼拜的节目，咱介绍拿皮破快列车尾班车最后的里程，收到真侪铁道迷热烈的回响。其实哦，这几年来，行复古路线的蒸汽火车，嘛是创造铁道经济一个大热门。1940年代，台湾甲日本购买有国王蒸汽机车之称的 DT668，日前伫宜兰东山乡改制100周年的活动公开来献光。国宝级的国王蒸汽火车有着7节复兴号的客车，一路为头城豆豆驶入东山车头，请真侪铁道迷相争来翕相。华视采访小组嘛独家亲入着机务段的车库做专程的记录，咱就做伙来看蒸汽火车伫出发进前，专业的师傅安怎保养、安怎维护这个经典列车。最怕就是水不够跟煤不够这样。煤是蒸汽火车的动力燃料。建立一个蒸汽机的团队，让可以说把台湾的传统重新再让大家在记忆中再回忆起来。前后的蒸汽火车 DT668是1941年对日本买来的车辆，伫台湾铁骑路运行史上曾经互杜绝搁恢复。2020年12月26日，就是国王头一摆开宜兰线。为着这摆出航的任务 ，DT668自中华机务单队西部出发，真有历史意义。无论保养或者是出发进前的客人，全部拢爱伫掌握当中。无论回送或者是运转，拢爱准时。每一次的蒸汽火车出勤之前，都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像这台被尊称为国王的 DT668，在出车库之前4个小时就要开始生火。对啊，要加油地方要加。连边啊每一个关节拢爱真详细来确定，才会使互蒸汽国王伫铁骑路展现伊的英姿。这火很小的时候灭掉，也是会看得到煤炭这样，大概就要加。出发前从冷锅到热锅要2个小时半，才会有蒸汽到15公斤。压力不够的时候就加。这个除库就是生火跟其他那个设备注油润滑这样子。最怕就是水不够跟没水就是整台就爆掉了。煤炭的话就是烧不起来。为着让 DT668会使顺利伫铁骑路运转，担任载客邮车的同仁，中华机务段的技术领班张仲岳和公务员蔡丁全，即摆和花莲机务段蒸汽机车小组成员做伙行，要共同护送国王到宜兰。师傅，刚刚这个是在调整，那给润滑油给风扇跟水泵。蒸汽国王早期担任货运列车运送的任务，是台湾目前牵引力和动力上重的车型。我们这一台那个国王号哈，是我们一个统称，应该算是拉的最重，那时速在85公里。国王蒸汽机车头担任代替上新买的 ENU900型的通勤式电联车，日间运送到花莲的下船任务。这是 DT668头一摆出现伫后山。完成下船任务的国王，第2天佫开始模营，和机关车女王同款，拢是经典蒸汽火车的 CT273合体，安尼历史画面真罕见。
这部机车啊，年代很久远了哦，所以我们再次出行的时候，很早就把它生火了，慢工慢慢升，把温度达到温度，然后下午我们就把这车开到花莲机务段，送到宜兰去。所以这种外人机啊，它所有的润滑都要靠我们人工去润滑工作，所以比较花费很多的人力跟物力。插电机车司机员准备好啊！共回送宜兰段6763A 准备出发。6763A 开车过道，谢谢。花莲蒸汽机车小组的成员伫电源车内底准备，按算伫汉本站停车检查。我哥，后面有车子啊。好。所以温度都 OK。伊蓝幕若带笔的时阵，咱就蓝幕啦；蓝幕若无带笔，咱通过咱就收心啦。收心。后一站伫倒，要伫倒一站补给，爱看状况随时调整。这个668配置在彰化，当然了，蒸汽火车大致上是结构是一致的，但是细部一些细节方面还是有稍有不同啊。所以这次还是我们让彰化在维修这个668这个同事有2个配置检修同仁过来，那还有一个司机耶。我搞爱巴库啊，你是说头有香蒸汽出来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就是需要这些检修的同事、这些伙伴，大家共同来完成这个任务嘛。用手来扫火车，这是伫宜兰机务分段台湾敢若剩2个手动转车盘。挡一下。也利用这次机会，668有一些问题，也用我们的方式去帮他们做一个处理。那现在就趁这一趟任务，我们去把它磨合。逆转机有够哦！那就这样，明天见了。拜拜。半暝4点，工作人员伫微微的光线进行出车进前上尾的检查。国王伫天还袂光的宜兰，准备出征进前的自信和活力。那现在火已经升得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可以了。那其他的那个细部检查都差不多了。哎，对啊，检查完毕了。经过一暝准备，总算等到天光，属于蒸汽机车的气势完全拢挡袂掉。自暗暝暝到微光，麻木光到出日头，讲自宜兰出发，由7节复兴号车厢，准备要回送到头城沿路来载客。真久无出日头的宜兰，这天透早有一种互心情拢变好的感觉。沿路经过所在拢是水彩倒影，看起来那一幕一直刷叮当的画布，伫面头前直直驶过。蒸汽机车左车头，全力干那300个位，开放订票了后，8分钟票就互抢了了。车辆吗？有，好，准备等下第几车？你都从哪里来？台北。台北过来了。啊，这个要抽签的吗？
要抢。苏芯回来再加水，苏澳不加水。苏澳不加水。因为它苏澳它那边没有办法加。每一摆出现拢真吸引大家注意。国宝级的蒸汽火车国王又着客车厢，乌车头真水，嘛要拼铁骑路经济。2020年宜兰妈祖文化节机关车女王 CT273 带头游车，车头的行真水，就那女王遐尼高雅。速度1点钟有100公里的 CT273 是台湾铁骑路速度上紧的蒸汽火车。2020中华走水节活动自中华火车头节蒸汽火车开始。这撮旅行是由有蒸汽机车王子称号的 CK124做带头，同款嘛伫铁骑路载客拼经济。国王10月真正少无闲，伫咱台湾出现了后，阁爱随去花莲。DT668蒸汽火车伫2021年恢复行驶，伫台湾铁骑路史上，蒸汽机车伫铁骑路出现，一直是话题焦点。大家都利用这个活动的机会，把这个驾驶这个技术啊，再那个感觉再找回来啊。这种车真的就是要比现行的电车要多那么一点那个技术啊。正做蒸汽机车小组的成员，虽然真骄傲，不过嘛有压力和责任要担。既兴奋又期待的心情来跑这一趟。CT273是花莲机务单，爱定期做保养维护。蒸汽机车小组的成员讲是实卫队，一定要来保护女王。彰化机务段的修缮师傅一起，那就跟着他们 DT668一起来，就出这次的任务。荣幸可以做这个蒸汽机车维修保养的部分。透过大摆的出勤，因互相交流，嘛要找出保养蒸汽机车，互做工课更较顺利的秘诀。哇，这真的很热。你要不要尝试一下下面？期待说那个画面可以经常的出现在我们国人的那个面前，慢慢的建立一个蒸汽机车团队，让可以说把台湾的传统重新再让大家在记忆中再回忆起来。蒸汽机车小组和这国宝级的车辆做伙合作，共同拼经济。台北的出勤嘛，敢若一直行伫现代和过去之间，成做铁骑路上引人注目的名称。